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27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气象署早起8点半发布沙丁鱼的海上风台警报，受到西南风影响，气象署嘛将对南部5个县市发布大水豪特报。尼泊尔甲中国西藏界界曾发生严重的水崩山，造成至少162个人死亡，共500多人失踪，有真侪外国游客。技术局抓到卖查甫性影像的集团，抓到20个嫌犯，有将近2000个受害者，其中有170外个未成年，上细汉的敢若15岁。来看风台沙丁鱼挖近台湾，气象署伫早起8点半马上发布海上风台警报。目前风台是位伫马祖东北大风的海面上，算是中度的风台。气象署嘛表示讲，风台会开始对台湾的北部海面造成影响，明仔载上挖近台湾。咱来听气象署上新的说明。我们从今天下午2点的卫星资料上可以看到，沙德尔台风目前已经来到了马祖的东北东方，大概490公里的海面上。目前呢，它还是一个中度的台风。我们预计这个台风在接下来还是会以比较偏向西南西转偏西的方向前进，随后在明天的中午前后，由中国浙江省的沿海登陆。那进入中国大陆陆地之后，强度呢会逐渐减弱。我们预计在明天这一段时间，中南部呢断断续续会有降雨，尤其在中部山区会有局部性的大雨，甚至在嘉义以南地区，我们甚至不排除会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可能。所以要提醒大家，虽然台风离中南部相当的比较遥远，但是其实在西南风影响底下，雨势的部分还是要提醒大家特别注意。再来看，受到西南风增强影响，中央气象署嘛将对南投县、嘉义县、加台南市、还有高雄市、甲屏东县发布大水豪特报，雨会一直落到暗时。因为已经连续落几啊天的大水雨，包括高雄茶山、田寮、甲线一寡山区的道路路基流失。茶山是有路旁150公尺长，伫田寮高14线5公里的路段，附近有20公尺长的路基嘛流失。目前敢若开放单线的通车。另外，伫甲线台20线北分市的附近房山交通中断，经过抢修挖道的时已经通车了。雨水挂土山对边坡一直出落来，怪手一直卡，毋望会当赶紧恢复道路通行。高雄甲线第20线65公里挖北分市附近的路段，25只拄手上好势，27透早又搁放落来，造成交通中断。公路局赶紧派怪手来过，毋望下晡3点进前会当完成抢通。现地由于边坡属于地质软弱黏土的一个地质，那工段要等整个天气稳定之后，机具才有到边坡上方做一个清滩。除了甲线有道路状况，高山的茶山大路也出现道路陷落来大约50公分，长度超过50公尺。目前道工处已经封路管制，敢若开放单线通行。居民讲，这段路3公前就开始越崩越严重，即马出入敢若会当桥倒摆，实在真无方便。他说必须紧急封山1个月，然后用好的话才开路给我们造成我们也非常大的不便呐，因为我们山上里小孩、老人比较多，真的不方便。对，因为我礼拜6我要去台北，我有箱子很大，然后不能放在那个摩托车，所以我要怎么办？安排今日紧急抢修，预计30工作天完成。因柴山大路属桃园里主要道路，于道路封闭期间，仅供民众以机车通行，其余车辆禁止通行。当地民众若有进出需求，市府民政局与区公所会协助接驳。另外，田寮的54线5公里附近道路嘛，因为边坡出来道路限路差不多20公尺长，道工处置了已经紧急封路，剩1线通行。民众讲，迄段路暗时也较无过，若经过一定爱注意。若道工处是讲，因为爱提报中央灾害抢修工程，伊讲年底进前完成抢修。记者柯家族区用高永昌报道。再来看尼泊尔甲中国西藏的界界，暂时发生真严重的水崩山，已经知影讲至少造成162个人死亡，各500多人失踪。这段时间是西藏参拜甲喜马拉雅山区爬山的大月，所以失踪的大部分拢是外国游客。目前统计是有28个国家的游客，目前是无传出讲有咱台湾人。
空袭机翕到中国甲尼泊尔的边境，二日山中做大水，阁有发生土石流。西藏日较积市的吉隆口岸已经予大片的土埋台去，真侪建筑甲徛家拢伫土埋内底。越南尼泊尔已经派军队协助民众疏开，有真侪人想到山中做大水恐怖的景象，有关是心惊惊。अवस्था थियो यो जबसम्म यस्तो देख्नु भएको छ नि तपाईहरुले यो सबै पानी भरिया थियो यहाँ तपाईको जो छ नि यहाँ आएर पनि हेर्न नसक्ने अवस्था थियो हामी अझ जुन ठाउँमा अब उभियौँ नि त्यहाँ आएको थियौँ माथि बस्यौँ तलामा भनेर तलसम्म छोपेर पानीले त्यहाँ हिलो छापिदियो敢是去翕到西藏吉隆口岸的画面，那亲像咧播电影。山中做大水的水是乌的，佮加上土石流，一声就冲落来。有一寡人袂赴走，就伫画面消失去啊。另外一个角度，山中的大水、佮土石流、佮游览车、佮枪仔拢冲歹去，场外的人队也拢逃袂过这劫。二六早时8点37分，喜马拉雅山脉西藏的区域，600外公尺宽的大片冰川。伫1200公尺悬的空中动起，而且落落来，大力向涂骹落落去，引发规模4.4的地动。放落来的土石随正做天然的崩山湖，甲边境的坡着科西河塌掉咧。到早时10点30分的时，崩山湖淹出来，山中的大水甲尼泊尔真侪砖头甲水力发电站拢冲歹去。土埋也冲出去国界，直接冲向中国西藏的吉隆口岸，一时就甲口岸的连检大楼、连外道路，佮有袂赴走的车甲人拢抬去。吉隆口岸是中国甲尼泊尔之间上重要的国际性口岸，也是大镇国际游客甲印度访客行陆地去西藏、拉萨等等的所在，一定会经过的交通核心。目前当时西藏新山、工人、坡济峰、雕像、甲喜马拉雅山。爬山的大鬼，因为安尼失联的真侪是外籍的游客，分别来自包含印度、美国、英国、澳洲、南韩、日本等等28个国家甲地区。目前西藏当地计共有51位台湾的旅客中记伫名单，因为吉隆重大灾区通讯全部断去，目前暂时无接到有台湾人伤亡，也是调伫遐的通报。公司新闻敬元庆编译。再来看，回答张公报上新的财报是表现了真好，佮预估讲明年营收会成长7成，嘛带动回答入盘后估计是去超过4%。今仔台股早起一开盘嘛起破46000点，是大起560点，也毋过落尾是起143点，以45975点收盘。台积电是落5块2410块收盘。今仔成交量是有9200多亿，大部分拢是集中伫半导体甲 AI 相关的类股。美国四大指数收盘有起有落，不过人工智慧晶片大厂辉达公布的财报，煞互市场看到真水。毋但财报比预期更较好，辉达财务长柯瑞斯预期明年营收成长增加70%，不过拜四亚股走势分歧，韩国早盘捌起超过2%，日股又起转落伫个66000点顶的震动，台股起的力头表现强势。搁起来46000点，盘中上悬46401点，起超过560点。昨天 NVIDIA 的一个财报跟展望来讲，其实是不错啦。那虽然说毛利率来讲的话，会受到记忆体跟零组件涨价影响，会有一些压力咯。不过整体来看，其实还是正向偏多。那另外一个来讲的话，我想就是下礼拜即将开展国际半导体展。那市场上也有期待啦，所以说整个台股的一个表现来讲，确实短线上的一个氛围确实是相对好很多。专家分析，拜四如果表现半导体业的火车头，宽达股、台积电盘中股价上悬2435块，起20块。AI 供应链大立光开盘无偌久，就随起停。伫个6985块起625块，其他伫团产甲航运类股相对表现弱势。只是最近台股成交量继续走低，加权指数持续震动，当时才会当结束这种盘整的局面呢。FED 采取口头鹰派的一个言论，但是实际升息的一个动作应该是不会发生啊。毕竟呢，美债殖利率目前已经在一个相当高的一个水位，如果再进一步升息的话，美债殖利率会更往上攀升，那这样的话呢，对于美国政府来说，这个反而又会制造出另外一个更烫手的山芋。专家分析，最近台股可能受到美国联准会的利率动向影响走势以外，目前并无其他利空的消息。若是美国联准会9月无升息，预计台股有机会结束震动的局面。记者综合报道。
立法议会今仔要摒无林在具相关的条例三读，国防部长顾立雄早起就甲调野协党团来进行最后的协商。上新的消息是，伫协商了后，调野有共识，今仔刚来处理无人在具相关条例制定案，佮有产业创新条例修正案，伫中昼12点完成协商。所以其他相关的议案后会期才搁来处理。我们现在会进去跟来进行协商，好吧？我们尽量寻求最大共识。要赶伫咧立法院表决进前做最后的拍拼，国防部长顾立雄27去到立法院，要甲调野党团进行最后的协商。目前这具相关的条例伫咧立法院摒三读，毋过调野拢有家己的坚持，包含条例名称、组织机关要放伫咧特别预算，还是年度预算，等等拢有无共的想法。当然，哪怕因家己的版本未安怎整合，拢是有拍拼的空间甲变数。不能说没有上限的空白授权，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还是坚持必须要有这个一个预算最基本的一个规模跟管理跟监督。我们的版本绝对不是零，而是由我们国防的需要，透过我们的纲领的一个建构，由行政院来提出它的一个预算。若八是坚持要放伫咧年度预算，毋过甲行政院版本要用特别预算无共款。民进党团是认为在野党的版本较活产业支持、鼓励为主，希望调野会当求共识，先甲较要紧的国防敲好势。国防的急迫需求的必须被满足的情况下，那在野党的版本那不能够有明确的数额，而且限制每年多少，那它其实就会影响行政权。民进党团搁再强调。支持行政院的版本，目前在具相关的条例摒三读，有可能搁出现表决的大战。记者综合报道。AI 的发展带动咱台湾半导体佮有资讯业的成长。赖总统明年要来普发1万块，和大家分享 AI 的红利。也毋过，有劳工团体认为讲，这应该爱处理的是薪水上低的问题。今仔早起嘛表示讲，因会来串联工会团体。透过劳资争议处理法来争取合法的罢工权，互劳工有武器来争取加薪甲相关的福利。全国大家兴，劳退15%，劳退15%。劳工团体大声发出诉求，要争取更较好的退休保障。顶一日，赖总统提出普发1万的政策，劳团认为这袂当对根本解决加薪的问题。亲像阿萨希工会就指出，因员工的底薪去年来是停伫2万4至2万7，调按考过各种津贴，接约会过上低工资。为了要争取加薪，已经发动罢工投票第4天，投票率有超过70%，拍算依法摕到罢工权来要求企业有趁钱应当要甲员工共同分享成果。公司提出了一个做法。竟是将我们原本的在年终的发放奖金挪移2个月平均并入我们的底薪里面，并以宣称爱学区的员工底薪已经达到3万元以这种方式来欺骗我们所有的员工除了加薪，还有退休金不足的问题。劳团要求政府要加悬劳退薪资雇主提交率，嘛批评政府和企业直直引进加薪的移工，连带台湾劳工的薪水嘛救袂起来。因这期政府独立自封，要求政府根据就业服务法停止企业引进移工，必须依据就业服务法，不予核发招募许可、聘雇许可以及展延聘雇许可之一或全部。针对已核发的这个招募许可，可以终止引进。目前阿萨希工会、美工工会、甲中华电信工会拢已经启动罢工投票。劳团表示，因嘛当地继续串联无共产业工会来发动罢工，有个10月会有集体行动，希望政府解决合理加薪、甲退休金不足的问题。记者卢尚如、郑准由台北报道。高雄的警方伫网络巡逻，发现讲有人利用通讯软体伫卖毒，是以汽车旅馆做据点来送货，伫相关的买卖时掠到人。专案小组于115年6月底，在本市凤山区跟监搜证时，见范闲驾驶车辆欲进行毒品交易之际，立即包夹范闲车辆，并上前喝令范闲下车。现场共计查获毒品咖啡包、K 他命、哈密瓜锭及现金、赃款等证物。
警察包围嫌犯，甲人抓起来，嘛伫车顶抄到大量的毒品加背包。警方是伫网络巡逻的时，发现讲有嫌犯利用通讯软体在卖毒品，佮提供送货到厝的服务。警方趁咧买卖时掠到人，嘛查扣毒品佮现金7万外块。这嫌犯是防以毒品危害防制条例上班。另外，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嘛伫高雄市三民区的汽车旅馆查到有人在卖毒，这嫌犯是有前科，嘛捌伫屏东互掠到。嘛，伫屏东的徛街查到安徽他面顶毒品，甲制毒的工具，这嫌犯嘛已经互羁押禁见咯。全台湾有超过1万台客停车加入，佮强调讲，规年冬天拢有拍坐的173叫车 App。之前是捌发生讲有司机性侵害乘客，嘛发生未少的消费纠纷。最近交通部发现讲，这平台无申请客停车的业务，所以要求因停业 ，APP 嘛爱落价，上济卖罚款2500万。搭计程车也可以享受7折优待耶！这条拍折自动做回省钱的173叫客用车 App， 平台优惠真济，司机也袂好抽25%，乘客甲司机拢真娱乐，使用者是直直增加。是计程车司机推荐的，他就说这个叫车比较快，然后就是会稍微比较便宜一点，抽成不会比较多。就是听朋友讲，不要怎么叙述，就说有可以叫车的，然后可以打折，就这样。不过去年新北市三重埔一位女性透过平台叫车，以指控何稳健性侵，向客服反映，煞互因讲无权力处理。了后，伊报案，反映审理了后，判这姓林的司机8年的刑期。随后，新北市交通局也渐渐接到用这个平台叫车发生疑似威胁乘客，也是其他的消费争议事件。今年年中已经发文要求各车队约束会员司机，唔通跟这个平台合作，不可以在车内的或是车外张贴或刊登相关的广告。如果有这样情形，我们也会依公路法来做相关的查处。有掌握到说，因为它这个平台它是属于境外的平台。那我们要去做相关的开发，相对也比较不容易，所以我们才会函给中央说，请中央协助。台北市公共运输处表示，查到173叫客用车平台，并无符核准经营客用车客运服务业。双方也拢伫6月就发文予交通部经济部等等的相关单位。交通部证实已经请经济部就违反公司法的部分交予检调机关调查，也发文予 App 的系统商要求把 App 退落来，不过27以外使下载。8月14号的时候已经有发文请系统商那边协助下架，外商可能会有一些审核程序。交通部回应叫车的平台主管机关是地方政府，所以协助发函予系统商，也发公文予地方政府，提醒对非法的平台相关会当依法罚2500万。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巴基斯坦的首都伊斯兰马巴德一间公立病院妇产科人透早倒火，有14个人红烧死，有的才打出事，佮还未符合名。家属是拢真悲伤，嘛真不满讲病院拢无应变，护理人员干来顾得命，无去救这个阿婴仔。巴基斯坦的总理要求讲，24点钟内就要提出报告。警署真激动，失去囡仔的老母，甲为利亚靠来向病院讨一个答案。मेरा मुतालबा ये मुझे इंसाफ दिया जाए कि वो आग उन डॉक्टरों को क्यों नहीं लगी, वो आग उन डॉक्टरों को क्यों नहीं लगी, वो डॉक्टर क्यों वहाँ छोड़ के गए? एक नर्स, एक डॉक्टर, एक गायनी के डॉक्टर, एक बच्चों का डॉक्टर पूरे वार्ड में कोई। 当地时间拜三透早6点45分，伊斯兰马巴德一间公立病院的妇女婴仔病房熊熊倒火，家属甲看到的人表示，事当时病房称高压。婴仔房一寡出入口疑似互锁掉的，也是关节，因为真紧急，民众只有是甲门窗落互破，举楼梯协助掉伫内底的人逃出来。短短几分钟，14个原地搁咧欢喜迎接新生命的家庭，却随爱面对囡仔不幸死亡的噩梦，有的才出事1天，也是3天，甚至也未符合名。तामिया की गफलत है, देखें इतना बड़ा वफाक में इतना बड़ा हॉस्पिटल है, इनके पास इंतजामात तो होने चाहिए हंगामी हालात में कि लोगों की मासूम जानें चली गई हैं, तो इनको इसके ऊपर तवज्जो देनी चाहिए कि देखें इतना बड़ा। 巴基斯坦卫生部长卡马尼表示，院内敢是去翕到空调设备附近先走出火星，因为真侪婴仔拢爱用上锁的设备，火势可能因为上锁烧甲搁较严重，因光线随着断开。另外，家属批评伤亡救援，高一期火灾发生的时，医护人员无伫现场。卡马尼否认这件代志，强调监视器显示，苏当时病房阁有2位医师甲2位护理长，阁4个人走出去讨救兵。医方是表示，出入口平常时有人看守，是因为以早发生过偷抱婴仔的事件。
巴基斯坦的总理哈利夫除了对14位婴仔表达深深的哀悼，也赶紧开始追究责任。当局也成立调查委员会，由伊斯兰马巴德地方行政部门展开调查，要求24点钟内提出初步的事故报告，厘清导火原因、救援敢有延迟，也有病院敢有管理的疏失。公司新闻陈秋梅编译。再来看中美洲目前受到超级性能现象的影响，洪都拉斯、萨尔瓦多跟巴拿马嘛拢因为严重的可汗，国家是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巴拿马的运河管理局嘛表示讲，9月开始会来减少通行船只的数量。有科学家预估讲，这波性能现象今年底会上严重，会继续影响北半球，一直到明年的春天。可能会变作是有记录以来上强的一摆性能现象。伫咧中美洲有真严重的可汗，降温甲降水无够，互洪都拉斯有80%的土地受到影响。首都地区的民众嘛拍拼欠水以外，开始乌水井。也若萨尔瓦多的农民嘛受到真侪影响，这摆可汗嘛造成真侪番麦田打去，嘛无牧草通好饲羚牛，农民敢会当四界走丛，买一寡大草来饲牛，勉强伊饲牛的性命。The situation is really worrying, and we know that in this case, the problem stems from a lack of rainfall. Pues me afectó mucho, porque yo le había invertido $1000 a la manzana y con lo de la sequía pues he perdido y nomás no he podido vender el zacate en 150. 同款伫咧中美洲可汗的走廊巴拿马，伫咧洪都拉斯加萨尔瓦多了后，嘛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而且逼促巴拿马运河减少船只通行。巴拿马运河是全球重要的航运中心，全球有6派海运贸易量。美伊中东冲突爆发进前，才逐工有34只船通过。美伊冲突了后，有更较侪船甲游轮入来遮，逐工通行的船只数量增加到40只到41只。为着应应可汗和水位下降，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嘛宣布，9月初3开始，就会豆豆减少逐工通行船只的上限，先降到34只，再个降到32只。This is a different El Niño event, characterized by an unusually early onset, and it could last much longer than previous phenomena. 一般来讲，性能现象平均2冬到7冬才会发生一摆。伫咧正常的状况，赤道信风会为东边吹往西边，会甲东部温暖的海水塞往西太平洋，而且带动东太平洋深层的冷水冲起来。不过，伫咧性能现象信风异常减弱，会互温暖的海水流转去东边，互中南美洲有异常的天气。也若即摆性能现象还阁伫咧变强当中，美国国家海洋暨大气总署 NOAA 上新的报告嘛显示，即摆性能现象有要70%的几率会变作是有记录以来上强的一摆。也若影响上尾的时阵，预估伫咧今年北半球的冬天。世界气象组织 WMO 嘛预测，今年8月到10月之间，全球气温会平正相达更较悬。公司新闻王如梅编译。美国真侪州的政府则会对 Meta 来提起诉讼，指控 Meta 的名册 IG 造成青少年痴迷，危害到身心健康。目前嘛已经和解 ，Meta 是同意付$180亿的和解金，会来针对未成年的用户，限制一日干来当使用2点钟，半暝啊嘛全面来禁止使用。现代人差不多拢离袂开手机啊，也毋过长时间看面册也是 IG， 煞有可能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造成严重的伤害。美国真侪州政府联手控告母公司 Meta， 指控伊调工设计互人会瘾的演算法，双方落尾达成和解。Meta 除了爱付真侪和解金，佮较同意对18岁以下用户实施特别条款，对根本改变平台的使用机制。A hard daily time limit on all Meta platforms. This is 2 hours a day. Nighttime restrictions on the app use. This is a midnight to 6 a.m. ban on use, period, and a ban on notifications from 10 p.m. to 7 a.m. There is a school mode notification restriction, meaning during the school day, 8 a.m. to 3 p.m., there will be no notifications. 这项和解协议毋但牵涉$180亿美金，差不多新台币5735亿的大赔偿，也互人看作是全球规范社群大企业的重要指标。协议当中一项真特别的条件是，除非 TikTok 甲 Alphabet 旗下的 YouTube 也同意伫应用程式当中对未成年用户设一日1点钟的使用限制，也佫有共同支付各州差不多53亿美金。若无Meta就干那需要付70%的和解金。若准这2间企业有同意这个条款，安尼
Meta 就会付出的30%和解金，也就是53亿的美金。有一个因为查某囝健身社群自杀的妈妈，对这项协议表示肯定，希望会当借着安尼避免更较侪悲剧发生。As long as they enforce it properly, and I'm glad that the judge asked, "How are you going to actually do this?" Because sometimes it's just a lot of talk, and they need to actually have independent people come in. 若是美国要加强监管，纽西兰总理罗克森二时也宣布会甲国会提交法案，专门禁止16岁以下的儿童甲青少年使用社群媒体，预计会透过面容辨识等等的技术，严格验证用户的年岁，显示防范衍生社群已经是各国政府未堪得等的上重要的任务。公司新闻陈伟玲、吴基聪编译。中秋要到咯，中国宣布新增加79间台湾业者注册，会当进口油啊去中国。这79间拢伫华人的水尾乡。外界质疑讲，这敢是因为国民党的总调布昆奇甲中国的关系真好？也毋过，华人县政府是强调讲，主要是因为华人的文旦有符合中国检疫的标准，才法度摕到订单。油仔龙真辛苦伫咧花莲水尾河江山区采收，虽望离中秋过一段时间，不过今年的收成预估会袂歹，唯一烦恼的就是卖袂掉。希望是有可以给我们外销啊，自己栽培的没有很多啦，然后大盘商有的来说的。价钱没有很理想啦。为了帮助油仔龙找出路，花莲县政府过去特别把文旦卖去中国，不过伫咧2022年8月的时阵，中国就用白骨精甲农药超过标准做理由，暂停台湾柑仔类的水果卖去中国。今年佫再次开放，独独敢若互花莲来进口，恐惊有通奸的争议。销往中国，我想这个对农民是多一个通路，多一份选择。不过要再次强调，好的通路我们当然能够接受。那不过，对于中国来说，这个片面的阻挡，跟阻止，那对台湾农民是一个更大的伤害。水尾乡农会是表示，花莲今年文旦油预估总产量大概有3000万台斤，过去销去中国大概有900多吨，5万会当甲油仔龙斗3工，甲文旦卖掉，这是重要的代志。我们就是看到台东世家的一个部分呢，有获得了相关的检疫的规范，那所以我们跟其他的地方政府来做一个学习，把一个检疫规范能够建立起来。那其实各个地方政府如果想要让它的文旦可以出口的话，那也欢迎来跟我们可以来做相关的交流，我们都可以来做分享。资料的提送，我们从113年开始，也是从委员办公室那边来帮我们做相关的一个提交跟沟通。黄检署就表示，花莲文旦油先怎会当通过中国的检疫？中国官方一直拢无说明。也若即摆中国敢若开放花莲进口，是毋是有政治因素，无法度做伤侪推测？希望中国官方会当公开资讯。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海关总署昨宣布讲，要搁再开放咱台湾的文旦会当进口，也毋过开放农场拢伫花莲，产量上侪台南、各云林、苗栗、新北市，其他县市的文旦是拢无资格通出口。农业部防检局是呼吁中国应该爱以两岸检验检疫合作平台来检测是开放的标准。有学者嘛认为，只有花莲的文旦会当出口，这应该是有特别意思。中秋节特别到啊，文旦过过1-2礼拜就熟啊。今年全台湾预估收的面积有3649公顷，产量5.6万吨，平均年减1.8%。产量第一又是台南，接落来是花莲甲云林。台南的老庄文旦一直拢真抢市，面对中国重新开放输入，煞干那爱花莲的文旦。台南麻豆农会表示平常心看待。把我们的农作物有点政治化，我就觉得感觉不太好啦。包括日本、新加坡、香港的订单也都是有，等于说我们现在麻豆文旦可以说是已经全球化在销售。也若即摆敢若花莲会当卖，要甲文旦卖去中国的台南农民就讲，面对中国做法嘛已经习惯啦。伊变数食大，迄当伊临时就喺讲。无要外销，家己嘛想办法啦。家己想办法。中国伫咧2022年8月，用白骨精还有农药超过标准做理由，宣布停止文旦油在内的台湾柑仔类的水果入去中国，外销量为3-4千吨，一时间全部销去变做零。2024年，佮宣布恢复一寡文旦，佮会使入去中国。不过针对检疫的规范，一个字煞拢无讲。农业部防检署的呼吁，两边应该进行技术的对话，台湾的农民才有路。双方的贸易事项可以做个沟通啊。那有新的规定，也希望透过这个平台来让双方都能知道啊。学者嘛认为，国内水果生产过量会当外销是好代志，不过面对中国特别用意、特别做法，农民也是爱分散风险。其实是有一些背后有一些用心
跟目的的。中国大陆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外交市场，但是绝对不能太过于依赖。2022年，文旦卖去中国法庭就停，农业部除了协助卖去其他国家，包括日本、新加坡、加拿大等等，嘛积极辅导多元加工。文旦除了会当生食，可以当加工做果汁、文旦瓜，较大粒品质较歹，嘛会当开发做精油、清洁剂等等高附加价值的产品。记者综合报道。一份国际组织针对亚洲诈骗的调查报告指出，讲过去一冬，咱台湾有7成5的民众捌拄过诈骗，有2成3有互骗钱，阁有4成5的受害者表示讲已经毋若互骗一届。调查嘛显示讲，诈骗集团毋若用电话，只嘛向 email、社群平台4界是拢有诈骗，阁会利用 AI 科技来提升诈骗的技术。个人就给他封锁了，不要再跟他联系，他不会给你2000万美金，怎么可能有人会平白无故给你2000万美金？警察人心提醒，就是惊民众去用拐钱。画面上，这个查甫人来到台湾银行敦化分行，一直看手机啊，行员感觉怪怪，联络警察到场了解状况，结果发现伊接到诈骗集团着大众的信息，佮照诈骗集团指示来银行办信用卡，佮准备买几万块的点数卡。我询问他关怀他是否是诈骗，结果他就主动跟我们讲说他是要申办信用卡，但是没有什么原因申办信用卡。然后后面他又提及到说要买游戏点数8.5万，我们就惊觉他是诈骗，就请他跟他告知说这个可能是诈骗的情况，他最后知悉完之后就没有后续的申办的动作跟购买游戏点数的情况。加在伫警方提醒下，这个查甫停止甲诈骗集团的对话，嘛无购买对方要求的点数卡。事实上，根据全球防诈联盟加萨加福斯科第2日共同发布的2016亚洲诈骗调查报告显示，国内诈骗案件支付工具虽然也是以汇款上济，不过排名第2的点数卡甲第3的现金，比亚洲其他国家有较悬。礼物卡它序号的转手还有变现的速度很快，那又不像现在银行的账户有金流记录可以追踪，现金的这个占比也逐步提升哦，是因为我们现在银行端做得很好，尤其这个金流的追踪啊，然后包含临柜的这种关怀。调查嘛观察到，不法人士会透过 AI 转成无共语言甲情景的简讯、社群内容等手法，提升无名诈骗的真实感。另外，佫有观察65%的诈骗发生伫有私信功能的平台，显示诈骗当地由传统电话快速转向所有的管道。记者综合报道。连续几日降落大水后，屏东有真侪所在拢淹水。屏东县政府嘛表示讲，包括徛街营业场所，若淹超过50公分，中央甲地方上济会当有45000块的补助金额。有村民嘛提醒，有村长嘛提醒讲，就一定要有淹水的相片，才法度申请。经过几日天，村民总算是会当骑车出门。前几天连续的大水雨，造成屏东新园港西水淹超过口肚，较低所在甚至要到腰部。积水严重的东港东新里、内关地里，含嘉东的文洪村，经过2天的摒扫，整理到一段落。为了协助居民恢复厝内，屏东县政府启动灾后的补助，除了徛街厝，若有电器车辆浸到水的，拢会当申请补助，时间到9月底。安尼比这个较悬，那内面有淹水入去的吼，爱翕相开。要，有准备，各看会当签的公所啦，有叫人报送啦，我看有人去签无啦。屏东县政府针对灾情，徛街营业场所淹水超过50公分，中央提供2万慰问金，县府佮补助15000。若有家电浸到水歹去，符合30公分以上的条件，政府针对电器慰问佮补1万，也就是讲上悬会当补助45000。另外淹水无到50公分的，县府提供1万块。那如果是50公分以下有淹水事实，那县府会专案补助1万元，县府会全面的来协助民众、受灾民众复原家园。县府提醒水灾补助的期限到9月30日，民众申请要注意时间。过来村里长拢有放送给居民，要甲前2天啊淹水的影像保留好，等公文一落来就会当提出申请。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再来看台南市的国定古迹大东门城，疑似是有壁绑落来，加载无人着伤。目前先暂时用太空包来固定，文化局嘛阁继续在监测。这已经有300栋历史的大东门城，伫1975年是捌大整修，即届又阁因为落大水后受损。市政府是表示讲会请专家学者来讨论，望即座300栋的城门会当来继续传承。
一包一包黑色的太空包贴在城楼边啊，这是台南市国定古迹大东门城北边壁岛。二是透早有部分建筑向放弃，就惊城楼会继续放。工人即摆冷雨棚，赶紧放太空包，进行临时性的防护。目前敢会当成医师现况，爱等较好天才通全面处理。因为雨水渗入墙体，造成我们腹部的土壤产生松软，所以强大的水压力跟土压力的一个压迫之下，让挡土墙没有办法承受土壤的一个崩解。百年古迹乃雄雄安尼生，文资局前几天和专家来勘查，讲这壁岛由无共材料贴做会做的，早期修复虽然保留原材料复古的原则，不过这整个角的棚真高涉水，加上连续的大水雨，造成内面的水土压力增加，也站袂牢。其实大东门在1955年慢慢因为防护放弃，落尾1975年中建，正做即阵的景观，嘛有文书工作者有建议会当改替。地下做地下空间。做艺文空间，做地下通道，和边仔农粮署合作，迄个市民会当透过这个通道，你到东门城迄个公园内底，免受交通车辆的影响。而且迄个所在嘛，当做个介绍台南市的社会发展，介绍台南市东区这糖发展的故事。即摆极端气候常在咧发生，古迹要安怎防灾，嘛是真大考验。文化局已经委托土木技术工会，逐工针对外拆甲刷围做监测，未来的修复工程，因除了会照灾后调查甲文资法的规定来补强，因讲嘛会甲极端气候因素考虑入去，好好提升古迹的防护。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宜兰县的新计划将对环保局家己的粪扫车行车的记录，发现讲宜山乡公所的粪扫车去年超速上济。环保局表示讲，大部分拢是伫粪扫车要驶转来清洁队的时阵超速，这可能是驾驶赶要下班，所以会来要求公所要加强教育训练。粪扫车开伤紧，直接弄起哩电火条，佮变入去残忍。为着避免类似意外定发生，宜兰县环保局有伫下来清洁队的粪扫车增设追踪设备，掌握行车的状况。急着想要下班，所以回程的时候，他的车速会拉快一点。环保局对行车记录会当看到粪扫车是毋是有超速，也是黑白动车顶数据，嘛会互行车评分。根据新计划的调查，县内因山乡粪扫车超速、甲黑白动车等危险的驾驶行为，是排伫各个月前2名。粪扫车超速，伫去年1月到9月第1名的拢是宜山包办，除了2月份92届，其他8个月拢超过100摆。因为老人家居多，可能又比较慢，行动比较慢。对，然后可能他们为了追赶垃圾车，然后就会比较容易。刚刚讲因开伤紧无？无啦，无开伤紧。民众对粪扫车的速度感受是无同，有的人烦恼，若是车速伤紧，会互民众倒粪扫的时阵较危险，安尼实在唔好。宜山乡清洁队是表示，会积极改善甲行车的状况，纳入去驾驶年底的考核，再佮甲因处罚。会针对于整个清洁队员的驾驶，他的行车的速限部分做积极的改善。那我们有发现，如果他们有那个比较异常部分，我们除了发文给各公所，请他们加强队员的一个车辆行驶安全的管理。宜兰县环保局表示，已经函请宜山乡公所，甲粪扫车超速、甲危险驾驶的情形加强管理，落实驾驶的教育训练，佮找专业的讲师，招各公所的清洁队驾驶来上课，落实行车的安全概念。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北市推设无分城市，有设一寡无共机制的食薰区。伫公馆的食薰区，就有民众批评讲，若亲像假个，市政府伫昨下晡就甲伊拆掉。也毋过议员就批评讲，无到1个月就浪费要20万，这应该好好检讨。工作人员无用咧拆除食薰区的围栏，台北市公馆上款设置的铁压围栏的食薰区引起真侪讨论。二来下晡已经拆除，台北市议会公务委员会27早起前往勘查绿绿式食薰区、甲副压式的食薰区，议员嘛关心无分城市的议题。整个设置像这样的绿荫的设置多少钱？我们这一组绿篱是这样子一组，大概20万。栅栏式的，昨天拆掉的栅栏式呢？栅栏式的，经过了解，他们的设置经费好像14万多，这是非常的贵。那说拆就拆，你们要做，要不要就一次到位？就算是绿篱，
再密的罗汉松，都还是有烟味会飘出来啊！吼。卫生局说明讲，为了设个食薰区是区公所设置的，市府考虑到民众的感受，决定甲拆掉。根据了解，全市总共有7搭为了设个食薰区，拢已经同齐拆除啊。目前除了副压式甲立立式以外，议员嘛指出，台北通 App 顶悬阁有为做停车格的形式，食薰区的种类是真侪款。负压式的就是它，二手烟味很重，对，就是我觉得相对流通比较好，对啊，对，但是可能对不抽烟的人来说比较不友善。放开方式，空气比较流通，就整身衣服都会烟味啊，很重啊。台北市推萨无分的城市，实际访问有食薰的民众是讲，若比起负压式的食薰区，搁较介意空气流通半开放式的立立式食薰区，不过无食薰的民众看法无同。很好笑，它只是一个形式而已，完全没有作用。因为只要是在人多的地方设这个，都完全没这个效果。所谓的亚太跟各国的一个交流，那确实这个绿篱式是很少见。那另外呢，再来是确实我本人也没有见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林清丽补充，若是伫室外公共场所设置封闭式的食薰室，除了会互食薰的人增加2手薰、3手薰的危害，阁会对入去摒扫的人造成健康的危害。世界卫生组织一直提醒，若要推动无薰的环境，必须要由内对外，先做室内全面禁薰，再搁推向室外定点的食薰。记者综合报道。中原普渡的拜祖先、超度亡魂，嘉义市新丰庙今年专工去嘉义市的动物保护教育园区，甲流浪动物的亡灵嘛接转去新丰庙来普渡。望讲麦当来提醒社会大众，着爱重视对所有生命的关怀。民众点香虔诚来祭拜，桌仔顶的连座写着普渡的对象。旧日7月中原普渡，嘉义市新丰庙按传统科技举办普渡法会。除了无形的众生，更有真侪民众摕家己较早期的宠物来做普渡。像今年比较特殊的还有比啦狐狸、猪、兔子多也来参加这个宠物领的一些超度那我也是希望说，就是如果说有这个机会的话，也可以帮宠物就是来做这个事情。法师按照仪式来上顶祭拜。新丰庙嘛专工去到嘉义市动物保护教育园区，替无人领养已经死去的龙洞狗甲猫，将因的灵接引转去新丰庙来做超度，或者无主人无认的假的动物，透过传统的宗教仪式，会当好好送因离开。浪原本就没有一个家，然后也非常的可怜，然后经由这个善举真的是非常的好。过世之后还要继续流浪，就太可怜了。所以如果还有这种服务啊或活动的话，会觉得很贴心，真太棒了。为祭拜祖先到关怀动物生命，中原普渡的传统信仰嘛，大大增加社会人道的关怀。新丰庙表示，希望透过法会举办，唔但替流浪的动物来祈福，嘛希望提醒民众尊重生命，和普渡文化伫传承当中，嘛当延伸对生命的关怀。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来看泰国曼谷有一间开40档卖穿的店家，最近改卖城市行的双晶棒，因为泰国政府对穿机的规定是愈来愈严格，穿已经真歹卖咯，所以头家甲员工就做伙去学做棒，生意阁真好。也毋过头家讲做棒实在是真忝。放伫玻璃橱仔内面，才看起来有够好食的棒。柜台小姐包棒的手是无停过，应该无人会当想到这间店伫半当前是在做唱机买卖。ตัวนี้นะคะเมื่อก่อนเราก็เอาไว้ดิสเพลย์ปืนต่างๆค่ะถ้าเป็นร่องนี้มันก็จะเป็นปืนยาวค่ะจะเป็นปืนยาววางปืนยาวแล้วก็จะมีจริงๆมีแท่นข้างบนอีกแต่ว่าตอนนี้เราเอามาเป็นดิสเพลย์สำหรับขนมปังทั้งหมด这间号名做苏查特和朋友的庆店，是伫泰国首都曼谷的庆店区，已经经营40档，是专门卖合法进口的庆机。但是伫2023年，曼谷有一间百货公司发生枪击案，加上事件前后是发生一寡包括学校和体育中心的枪击案了后，和泰国是开始加强枪机的管制，禁止枪机进口，嘛和本地是合法经营枪机的销售的店家，愈来愈无钱通好卖，经营规个陷入困境，落尾是决定转行卖胖。เรามันประกอบไปด้วยมันไม่ใช่แค่อาชีพเราคนเดียวมันคืออาชีพของลูกน้องหลายๆคนด้วยแล้วก็ไม่อยากทิ้งใครเลยสักคนก็เลยคิดว่าเราก็พอช่วงนั้นไม่มีโรงเรียนสอนทำขนมด้วยค่ะก็ให้ลูกน้องค่อยๆก็บอกเขาว่าเดี๋ยวเรามาพัฒนาอาชีพร่วมกันก็ฝึกให้เขาทำหัดทำทุกวันนี้ลูกน้องเก่งทำซาวโดเก่งมากอะไรอย่างเงี้ย
这个年市场规模有20亿泰铢，等于是6000万美金的产业。本地已经因为限缩称机的政策，变得真稀微。在今年8月初，佫发生严重的万国郊区的学校枪击案，和泰国总理阿努廷承诺讲，要推动佫较严格的新枪械管制法，新规定会禁止民众在公共场所炸枪械，敢若准执行公务的政府官员会当炸枪，佫宣布全面暂停发放新的买枪的许可证。泰国枪击贸易商协会大骂枪械管制无法度有效禁止枪击的暴力。 ต้องแก้ไม่ถูกอยู่แล้วครับเพราะถ้าแก้ถูกจุดปัญหาอาชญากรรมต้องลดลงถูกไหมครับกลุ่มอาวุธปืนเถื่อนรัฐบาลยังไม่มีนโยบายเข้ามาจัดการอย่างชัดเจนเลยแต่เขามีนโยบายจัดการล้านปืนที่ถูกกฎหมายผู้ครอบครองปืนอย่างถูกกฎหมายอย่างชัดเจนเพราะเราควบคุมง่าย 虽然即马店已经改卖双井芳，而且生意阁真好，但是店的业者布野菜同款是表示讲，烘烹的过程和卖芳爱用的体力是比较早单纯做合法枪击的交易，互人感觉是阁较忝。伊当年拢会继续签枪店的营业执照，希望落尾会当恢复枪击的销售，阁改登去卖枪。公司新闻单时同编译。下晡的天气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 北部地区上低31度，上悬35度；中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东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5度。 华岛地区上低29度，上悬35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